来讲受到天气热的影响，加上鸡仔食土台换毛，所以国内鸡卵的产能也未回稳。目前，逐工鸡卵的供应也是欠200万粒，就要开学咯。学校的营养午餐需要大量的鸡卵，农民向中央来发话，若是无适当来调整到鸡卵的计数，恐惊会阁引发到一波的大抢卵。农业部长陈吉仲是来回应讲，透过进口甲库存，目前鸡卵的供应量拢伫咧掌控当中，产量嘛会阁来提悬。早顿店无用试一碟煎两包，这反正是真侪人一工活力来源。不如高点要开学，学校营养中道顿嘛准备要开始出，鸡卵的需求卖变多，早顿店业者就烦恼，因为计数恐惊阁变贵。过年以前啊，1400就用啊哩，现在900吧。900的吼，不然偌济，不然本来1个5块啊，现在就2贵起10块啊。受到天气热、鸡只多台影响，国内鸡卵产能也未恢复。即马逐工供应欠要200万粒，加上中秋节要到，上秋节的人数卖用得健康，安尼敢会去影响到鸡卵计数咧？可以接受，因为我们要顾品质啊，所以不管涨多少，我们还是会用这样子啊。你就知影讲电视有讲要起2块3块，伊也介绍，你也敢讲起黑白起，咱就加看规定啦吼。农业部长陈吉仲强调，透过进口含库存，即马鸡卵的供应量仍也够高。每一天还是有113000多箱，等同是2270万颗的国内的鸡蛋生产。蛋鸡场里面呢，正在加速的做相关的老母鸡的淘汰，将来这样的产蛋率会再大幅度的提高。陈吉仲讲，鸡卵的计数是供需问题，由农农和批发商来决定。即马国际原物料的计数维持传统，中央会确保农农利润，让消费者袂去买到伤贵的卵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